好嘅，多謝 Brian 嘅分享，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富途講美股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。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，望到氣勢磅礴嘅山河景色，身為中國人，我覺得好自豪。歡迎收睇無線8點1小時新聞，我係陳宇橋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國泰一班飛去英國嘅客機日前喺羅馬尼亞上空一度失聯，北約派戰機升空警告。盧寵茂話，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被調亂事件唔尋常。據了解，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。美軍向伊朗發動新一輪嘅襲擊，回應伊朗再喺霍爾木茲海峽襲擊商船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